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民进党性骚扰的买台表白刷，今麦个传讲有现任的总统府主政甲人骗色。总统府表示已经启动调查，若确定事实会照规定处分。另外，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话讲要追究责任，要因为选举来改变。若前主席蔡英文甲窦英泰嘛拢刊文回实的。民进党性骚扰案风波扩大，已有超过4名受害者发文来控诉。总统蔡英文也伫面册下实例，表示身为前任党主席，伊有责任。而党主席赖清德也提出3项决心，除了有申诉的管道，也秉持零容忍的原则，追究当事人的责任，未因为选举有任何改变。严肃的面对每一个案件，不会因为考量到选举的因素而有任何改变，因为性平是民进党的价值，而且民进党也跟台湾社会努力多年，不会有任何的退却。不过，蔡三哥表示，小英基友会也有性骚扰案件，虽然当事人无公开来发文，不过互媒体指出，涉嫌的重要人士是现任的总统府主政。总统府回应表示，已经请小英基友会以保护当事人权益为基础来启动调查，调查事实了后，依照规定来议处。在单位里面成立一个小组，大家来做相关的一些调查跟讨论，然后在法律上面予以适当的协助。不过我还是要强调，还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。另外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光是指控，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前年前捌摕条卡护航性骚扰案件，也对警察局人员施加压力，阻止受害人报案。也毋过吴思瑶发文指出是严重的侮辱，表示家己无力甲做得无够，也毋过未为着个人的选举利益消费受害者。那么他可以直接的反映、直接申诉，而且要有客观公正的调查。我想这个事件错误就是错误，没有什么硬凹的空间。而被点名在任期间发生性骚扰案件，接案的前主席窦英泰车衫也伫面册下实例，表示完全来承受，希望全体党公职务引以为戒，大铁大悟。这已经是第3位下实例民进党主席。27劳动局劳检处车里也到民进党去稽查。发现无工作场所暴力有防措施相关执行的记录，民进党表示会配合相关的规定，伫30天内底完成自我检查，全力来配合改善。记者宋夏报。